保养舒宽，后上太上宫，有花太假狗。好，看到大家今日做到法拉必播出的根本嘅主题，然后情侣之间有关系。大家都路方一定有看过一个画面，两煞情侣。情情辣辣，男来男去，จิ้来จิ้去，都在做乜嘢呢？为什么要这样放闪？哎，你单身狗、单身妹耶，很甘苦呢。为什么要一直放闪呢？做乜嘢会见不用闪？你系今日讨论的主题，你系现推后上瘾，做乜嘢按好不用闪咯？哎，你今日有讲到煞后上瘾，老大家共下来分享。不用闪嘅行為咯，首先來分享係至於大家好，我係青好不用閃嘅子怡，就係講啦，吼，第一首來紹嘅就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陸豐青菜都做嚟看到面不用閃嘅李家家家。哦，什麼李家？好彩唔係青菜不用閃嘅人。真嘅。第三首來紹嘅係白鉗。大家好，我係認為吼，不用閃冇嘴，槍係。本應最嘅白鉗，你以為自己是文豪嗎？你講乜嘅東西呢？就押韻啊！第四首嘅紹嘅係飛機，我係飛機，我係牽手未知道見笑，牽手都會見笑。係我面風。小福，大家好，我係最鬧啲公眾重合呢個牛筋骨嘅小鳳。好，什麼小鳳？牛筋骨咩踢我敗吧？就講收洋洋啊你。太誇張哈！剛才你有講吼，不用閃放閃，到底乜嘢係不用閃？就算來乜嘢係不用閃哦，你講？沒錯，就係單身嘅人吼，然後情侶出去啊，向下出去，韓國嘅情侶有唔猜嘅單身嘅人，就玩到不用閃。因為情侶在你儂我儂啊，跟單身嘅人，係啊，愛來愛去，跟單身嘅人就晾在旁邊，係啊，不用閃到目珠都會撲目嘅，真嘅，看到眼睛都瞎掉，係唔係？該小鳳啊，剛剛就講到，像你家剛剛講嘅係未婚嘛，嗱，所以已經結婚嘅人咪窮用，只愛喺兩三人照顧咪好，啲嘅公眾嘅地方咪好，不管騙人嘅感受，啲嘅剪來想我剪啊，要想我難啊，一阿總顧看到就耐唔好嘅。因為我哋係單身哥，就會不管別人的感受啦。係啊，兩種人吼，還有我有看過有人個坐嘅插任時間，四個人坐到四個人嘅太極比吼，都冇意義咯。明明就順後還有個空位啊，點嘛？係啊，就唔管撇上嘅感受呢？為什麼會這樣？給至於呢？我感覺不用閃係處喺千多人嘅面前當親咩，咩可能某一天係看到本人，有啲時係處喺社群嘅網絡當中啊，看到真多嘅相片啊，係咪？親咩嘅相片啊，係。充氣愛用。冇冇。就他都在社群軟體上放一些奇怪的動態。這一集為佢設計嘅。下咧，我就會講法咧，我係冇真多嘅相片咯。唔過我感覺有啲時某一天係相片，有啲時係文字。其實我感覺文字嘅表態係一種不用閃嘅形。有時嘅文字喊啊不用閃。真嘅。係咪不易嚇到？啊哦，按正嘅。係愛在。係啊，愛在按嘅，真嘅。佢不會見哦。而且都是梁山英雄啊，和孫天英看到會冇干冇殺，比如講吃飯的時候啊，要往我親呀耶，好甜哦，甜，到底他存紅亮這樣人，係那個身障人士，還是不是？是身障的朋友還是小朋友？係啊，都帶。他冇是係啊，他冇是夯路嘅時間，就有一些男生跳跳的，然後手柄都該什麼嗰個舞台地步。啊。都帶有買意思哦。孫天英看有幾次冇干冇殺，他夯路又超不過他們這樣子。對，還地片影嘅路。係啊，用板抄都抄唔過。會遮大聲一點。係啊，要緊遮起吼，給白剗們起到，乜改變？那幾條強龍啦，我講講吼。平常時係吼，到大家圈看得到嘅地方吼，做乜嘅拍攝啊、見笑嘅事情啊，咁講我唔係，是有去見笑，賣見笑的事情。有是18禁不能播的嗎？上次會看到啊，太誇張了吧！我們國中嘅朋友是有兩個男女朋友都扮裝哦，都胸口嘅細節哦，老師在前面哦，是手放到褲子地度哦。啊，這個太誇張，這已經不是放閃。冬天取暖唔過哈，你都用路上有10大放閃行為啊，比如說，
刚刚飞禽有讲的，在喂对方都得是非行为能力人，为什么要互相喂对方？爱来些，因为什么？爱来些，还有讲话爱碟子，爱根本爱写盘盘，爱写绵绵，爱写叉叉，会找着对啊，一堂都按那个情况，飞禽吃都按得很勇敢。好像在跟我讓啱冇講喎。係啊，係啊，咁講啱有一擺是係到新竹高鐵站，有看到一對情侶，開始本來覺得該應該放閃行為係啱做在接受嘅，因為月台放動台嘛，和該應該是記得該什麼推一個行李箱，和背一個包包，手又提一個重音就食物啦，反正去手動冇慳啊，和跟男朋友慳機。後背啊，咪空用，可是冇記按到東西，記到做個排列，硬是跳下去到順條看，結果放動台該什麼跳那麼就已經亂弄高高呀，腳墊嘛，結果該男生該舉動硬是知道哦很厲害，記到佢頭跳那麼。都是綁頭髮，係啦，頭跳綁頭髮，係啊，啱先知道哇，這樣子的那種嘅放閃行為，啱知道哇，看起來動貼心，情感型啊，懂人心啊，看得很電動椅變到電燈泡，樣樣都一樣。做得漢白說風美樓古用塔卡條，係啊，也嚇亂唔擦咧。來唔晒，做埋來唔晒。已經結婚了，佢就冇機會啊！你走開啦！然後張一個摸聽聽，嗰邊一個啊，哦，嗰邊一個係嘛？嗰邊一個。然後已經不偷聊是會再講有一個。啊！不要討論我啦，呢個不影響嘅。係啊，你家有看過人冰山冇？有我接送看見啲冰山，就像嗰啲路順風嘅廚位啊。嘅廚位對呢，順風未看得到。我唔錯還有火車條嘅條線啊，前面站地坡度啊，都真係看得到大家啲冰山。在柱子旁邊放閃是什麼動物嗎？佢條手喺啲壁虎啦，咁樣唔係說馬啲嘅廚位地度因啲嘛，用上啲剪來剪去，都在做乜計喏？可能有廚位靠有夠唔夠吧？頭車邊係咩看得到嗬？真嘅，廚位較穩啦，可能。係，就從嚟頭車邊啊，加上就從家講嘅，細來嘅細模嘅，叫佢啲太腳鼻孔。就會知道為什麼一定要坐在一起，係連體嬰係蒙蔽。還有插輪站地度沒看得到。跟廚位沒算嘅天後盾係嘛？係啊，跟住按你沒衝人家起壁。冇啦，在壁咚。係，還有頭前面嘅時間唔會坐嘅手扶梯嘛？嘅手扶梯一高一矮，嘅細來就係可能高，細模就矮嘛，就剪來剪去，南來南去啲嘛。最萌身高差。韓國坐嘅架是嘅中校復興啊，南京復興啊，嚇到有6層樓高誒，要從6樓坐到地下3樓。可能當舊時嘅將一本人看啊，嗬。很煩呢，嗬，係咩？還有其他嘅冇？像我哋啲火車條接送我去敷茶嘛，有一擺我就看到一啲情侶啊，佢哋咧男來男去剪來剪去，我就說動腦，因為腦呢，因為呢就開眼敷唔到茶嘅，佢就剪來剪去剪到我去收票口咧順風啲嘛，係檢票口嘅位，人家 BO 卡就擋到我啲嘛，就做咧，B B， 就知道你愛冰山做對啊，唔好影響人啊。你可能想要逃票，你就見。一直把它講到按呢，親像兩三人動人係冇遠距離戀愛。有可能因為條火車條也係我知道幾重就算嚟啦，個火車條可能距離就較遠啲嘅嘛。台北都中啦。係台北都中啦，天天寫來然後寫模嘅啊，接送到嘅寫模。好像要生離死別咁樣。就會講啊，你不要走啦，唔適合啦，影響啲嘛。就我就知道距離按遠，因為後邊樣嘅。台北都中啦，上35公里，半個小時就到嘅地方，這麼講到好像要那個半天才能到嘅地方。可能輕輕上啦，係嘛？係可能輕輕上。古早機量上係經能經行路哦。係，都影響人啊！你說冰山唔好影響人啊，唔過我有上次咩動好看冰山啦。上次咩動好看冰山哦。其實加你家講到一個動充嘅重點吼，就會都共享嘅場合地度，都在乜嘅嘅行為吼，是可以被人家接受，但是有時候這個行為很難拿捏吼。哎，觀眾朋友有冇做啲想下吼？都在你都場下吼，共享嘅場合。乜嘅嘅行為做得本人接受，咩有乜嘅嘅行為係你做唔得接受嘅，先聊一下，等下再來講了。
爱外上的有9年级生哦，太嘎算下9年级是2000年西元，2000年以后出生嘅这一年呢，哇！但是我应该讲样，阿姨问你。如果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了哈，跟免术当不来，该都相片啊勇敢塞，你还是挑起来讲，那个东西就是要让它毁尸灭迹啊，怎么可以出现一个账号删除？哦，欢迎转到后上台上国的节目现场哈，刚刚有讲到，唔知大家有度过嘛？该不同样式的放闪行为，子瑜先来讲好咧。其實時常除嘅面路當空啊，可能較前面嘅有啲 over 嘅，就係可能潛在嘅男強下嘅，還有乜嘅，剛才有講到嘅互相餵食啊，還有疊字嘅留言嘛，係嘛？疊字。係，不過有啲看到就會感覺，其實有啲等一下，因為有啲是嗌咩會不用掉位散啦。我剛剛幾條片都有做到啦。我剛剛嗌都冇做，嘿嘿。你不止一篇啊。唔係有時間。冇嗌冇按前咩，好冇？唔過咧，嗌咧我講一下法咧。其實啊，像有啲時可能有啲情侶啊，喺做嘅過節嘅時節，有特別嘅日嘅時節，會特別冰衫。嗱，剛剛按用就合情侶啊，因為做嘅特別嘅可能爸爸節，所以你咪留阿爸冰衫。係啊。做嘅阿妹節嘅時咪留阿妹冰衫啊，係。嗌咩咩？情人節啊，週年紀念日啊，嗰種接觸做得啦。對。對，所以這些冇人 calm down，OK？ 係有乜嘅？嗌咩看乜嘅情侶，喺那一堆，像有啲嘅嗌喺親中意嘅情侶，嗌看佢哋不用睇哦，親好，嗌看唔中意嗌就冇上去看，係嘛？真嘅有啲情侶，你就會知道，搞老你自家嘅磁場吼，磁場洞合，冇錯。拜託，趕快來散愛，拜託，趕快來。真嘅嗌真嘅非常嘅歐巴，因為呢。因為我看到我親中意嘅情侶，可能佢哋張邊嘅男強下嘅照片嘅衫，我向佢隨下背留言講，我愛真多嘅，真本我看真本。就假眉嘅心態。係啊，真係假眉呢。唔係因為真嘅，我喺我唔中意，我就直接留停啲嘛，就是沒有再客氣。幹嘛不直接退追蹤？我就會。係喺朋友啦，唔講係對，可能你係對情侶真係冇按好啦嗬，冇按層嘅感情，係冇按層嘅感情。先帶把我講出來啦。跟小朋友，家講到個廟路巷嘅冰衫嘅行為，知道？係咩動腦嗰種兩三人啊，天內食飯就一定我翕本太家啲，還有咧情侶早晨裝風啊戲嘅嗰種，都話啱你手機都嘛，啱你手機都嘛。佢就做過安嘅事情係冇。佢講到冰衫，佢就有啲上嘅，佢上映就怪怪。因為佢老夾伴娘老婆吼，冇冰衫過啦。嗰種上映就有啲可能上嘅機會，很久上用到啦。被你們發現，很久沒放閃，對不對？對啊。剛剛有講到情侶剛起床怎樣？情侶剛起床，然後那女生給什麼誒？佢根本就會先發好腫嘅，你知嗎？假素顏，啊，只係烘下去，兩三日好像染黑黑，我們先來จิ้咯，上จิ้，來貼上，寶貝早安。我就是那種很沒營養的。喂，乜嘅都看到，哎呦，人哋都冇看過呢。呀，身邊按人影較少。哦，物以類聚啊，可能你以前沒還按用心。我最近看過青島啊，女生化妝發青苔，然後呢要จิ้給誰來？寶貝早安。到底在幹嘛？黑人問號哎！你就在身邊呐，你還寶貝早安，你跟誰早安？對，人就在旁邊，還 pose 出來。到底要幹嘛？你的寶貝是旁邊這個還是？可能會很哦。啊，是嗎？然後我要按讚嘛。我收到的意思嘛，我要按讚。還會有時間還會帶下，還會相片帶下，還會講面。我的寶貝每天都這麼想我，我好幸福。然後加一。明年就順條。到底唔知吼，幾理解喏？但係家咩將自己強用看情侶啦，看情侶係現在愛看也係冇愛看，就有啲情侶就會分分合合、吵吵又鬧鬧。有陣時 po 嘅文章吼，係一言解嘅時節啊，佢就出 po 埋嘅，冇想到因為愛用啦，分數。
破本太假看啲嘛，然后太夸张了吧，太假就跟那安慰啊，唔过讲你啊，记得就讲缘分原来安全，你老外行喺向下成发下去，而且我唔是记得就爱表他妈嘅人啲你这个还没有分离焦虑症。係啊，我有啲情侶真見喺懂得一下，我會分享佢哋像你行神奇嘅事情啊，也係佢哋生活當中啊，向下煮飯啊，有時候就當好看一種情侶。係啊，你就老叫人白眉，兩隻白眉啊。唔記得睇白眉，係寫白眉聽聽啊。睇白眉，寫白眉。還握手，還給我握手，還壓數。我其中係生活煮飯嘅冰山文，我記得你行嘅冰山冰山。用啥車尾好嘞好嘞，等下給設計哈，等出去張色啦，忙開始，形容忙出來。給不一件哦，看到用版的散文哦。其實散文愛走得接受啦，可是有一種其實從因制式化，有啲規則啊，用應該係是都看制式化係啊，規則看久是都會唔想看，只是就是溜高這樣。係啊，從愛通好，愛通好其實係佢兩個成員啊嘛，還叫老公搭擺出去了，你看個照片哦，幾乎每一次空用嘅動作。比如講，佢個菜味空用啊，雞肉不用咧，菜不用咧，盤不用咧，係煙內用半擺，所有的姿勢係都空用啊，係啊，佢個散照看起來全部都空用，全部都係母型啊，每個連人都是 model 母型，係是從因走出來嘅，係啦，就係 sample 剛剛講，就係 sample 放閃 sample，蹲過去啊，係啊係啊，放閃 sample 啦，所以呢一種。真嘅冰山跳橋哈，有時你本人知道我內改呢哈，我看到會定型會，誒，嘅八強有放閃過嗎？冇啦，因為吼，我係牽手都會免風嘅音啊，你最好，天影唔是，真勁啦，冇便宜啦，你看我，佢顯示當中咧，成發當中看到安尼，顯示成發當中哦，假使我看到拍攝吼。冰山，但是我感覺不好安樣。不過假使係到 FB 啊、Instagram 當個哦，嘅文章啊、相片啊，我是會感覺哇，那我一班哦願意花時間安用 po 文啊記錄該下嘅心情嘅悸動啊，很感動，動容性哦。像係我就亦都有朋友吼，佢會自己創立自家嘅小帳。記錄自家嘅散發，自家嘅浪漫嘅事情，係兩世界天地。只有記到兩沙看得到嘅小天地安用嘅，你家未安用嘅係冇？我係自家看得到天地。你自家還有朋友看得到，男朋友一般看唔到。男朋友看不到，這樣是不是男朋友有問題？我因為有上次喺大街擺發啦，因為有上次有放閃，我要記錄一下。這是驚喜，而正片以後不會。你這邊都有種儲存相片，然後寫日記的概念。寫相片日誌的概念嘛，就安尼。不過剛剛百強講的安尼，我覺得還不錯，因為從兩啥看得到天天，你們情侶之間的嘛。對啊。剛剛講那麼多放閃文，有一個很恐怖的事情，太敢低。假使兩對情侶後來冇向下，是以前放閃放成這樣，後來假使冇繼續向下用解釋，會見有拄到過嗎？我外上嘅有9年級生哦，大家算下9年級是2000年西元，2000年以後出世嘅電影咧，哇，你都老唔假，自己老唔假，我是冇寫啊，有彩條冰山嘛。有啦，就夠重上了呀，好嗎？係啊，今年要念高一。星座說吧。係，大家成日用地。說嘞。縮水。為什麼你應該講楊阿姨問你，如果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了哈，該免術當不來，該都相片啊用個啥？用辦。燙到。啱先挑起來講，那個東西就是要讓它毀屍滅跡啊！怎麼可以出現一個賬號刪除？全部吃太機。係，其實講全部就用可能本安樣的東西留下來，本給你現任親到證據。沒有，問一下楊貴成係誰來啊？誰嗎？誰來嘅？誰來？係啊，誰來？我覺得還好，係誰麼我較注意。比如說誰麼還沒好，那還留下一條真記沒好，給他的下一任啊，那個朋友也就看到沒好。你看，哎呀，有誰麼分手了，結果家個還前面都動作嘅條擺嘅種，他前面嘅相片。
嘿啊，那他唔好，那样用都他以后的那个发展，然后不以共发，对，所以会失那懂讲有的，因为有些情侣会做一些艺术照片，甚至黑公婆之间，利用公婆之间会有这种全裸的艺术照，不露点那种。要用艺术的角度去看。对，假是分数，你这种相片唔系懂感嘅，对啊，像爱头摆啦，因为俺现在聊下单身狗，头摆没有。用他嘅相片在 Instagram 上面啊，在脸书上面，两下面就算了，本地留下来，我很懒得去删，因为太多删不完。两下用嘅是係唔係幾理解呢？像我去噶嘅有大账号跟小账号，所以以前也有过两种分数的时间。冇啦，像我頭擺嘅時間真係卡少，幾乎都不po放散文，因為我會知道可能唔會多懂演呐。你也很有前居之鑑哦。我一散睇就懂麻煩啲嘛，我做愛人懂麻煩。有可能係怕加上 condo。有，係啊。嗰時兩下就這一任沒有 po。有啦，還係有啦，就卡少掉嘅小賬啦，卡少掉嘅。不過讀到假是真經為分數的時間，你要怎麼辦處理它？迄個迄好嘅分數嘅話，我就會留低，因為我知道按用嘅相片面係一種回憶，真係一種回憶。唔過係唔好分數嘅結局嘅話，我就會刪掉。什麼叫不好分手的結局？即係唔爽快嘅事情啊！係啊，將來有些朋友吼，佢就頭擺出向下來學嘢寵物。係，韓國啊，Facebook 唔係董事行嘅買寵物雲啊，韓國比如講佢哋會充嘅寵物影音啊，也條佢哋嘅寵物呢就非常嘅瘋。韓國就講呢，佢哋用啥結果分數咧，佢寵物雲。當年的還會回顧佢哋，用上人懂幸福嚟教寵物啊，按樣嘅樣片，就懂感激啦。嗱，真嘅懂小難吼，常看一來會覺得好諷刺，用上人冇用它。不過這個，我覺得臉書和 Instagram 那個功能真的很壞。懂拜喜，當年還會提醒，去年老闆也用哈基的那一點，今年提醒你已經滿2週年了哦，我分手2滿週年怎麼樣？很想揍他，很動手來揍他哈，不過哈，除咗那個影音以外，等一下還要再講的是，觀眾朋友們想一下，你做乜搞不用刪？到底為什麼人類要放閃？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嗎？我們人類啊，你人類做乜搞不用閃咯？你人類做乜搞不用閃？頭擺阿爸阿媽敢要放閃歌？頭擺冇 Facebook 咩？沒會在大家面前情情浪浪，會按你麼？到底為什麼人類要放閃呢？你睇一下，轉來張哥講了。有陣時啊，QQ 嘅不用閃係一種 surprise 嘅感覺。跟有乜嘅好嘅方式開賬號？係啊，像我下就係有嘅正式的賬號，就開個款嚟到嘅。那個也就是小賬號，去個款嚟到，還有一些後朋友款嚟到。請問一下，總共有幾個賬號？沒有小賬號，有幾個小賬號？哦，歡迎多轉來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哈，你剛剛最尾有講到人類為什麼要放閃嘛？不過在講那個以前，我問大家，就像你剛剛有講到，分數過後，到底會留相片、實體樣片會實體機嗎？要嗎？需要嗎？質疑。其實我會看情況啊，因為像我人嘅前一位男朋友啊，因為交往很久的7年嘅時間咧，故所呢一天我有時常你向下出去了，還有很多嘅共同嘅朋友，故所呢很多出去了打卡乜嘅相片，那係真嘅，係真嘅 Facebook 一種磁體，就算係磁體，我嘅朋友嘅。很彩啊！嗰時候係看得到，還會 tag 你。Facebook 我就會選咧，我除咗 Instagram 講係我私人嘅地方，係個小宇宙。嗰時候我的小宇宙呢就總唔得留下來，嗰時候就會一種磁體。太麻煩了啦，一種來個磁體啊。係啊，係因為 Instagram 喺我設計嘅地方，我就冇想去看到。不想要看到前人的足跡。冇錯，不過像 Facebook 最近就會有青島嘅回顧嘛，就會看到青島。像我今年沒有看到嘛，像我叫嘅係冇。像一開始看到嘅時候就會感覺講，
哦，有的会触相片伤情，嘿，不过呢，就会感觉有的遗憾嘅感觉啦，嘿。说时间可以淡化一切嘛，嘿，可以设否呢？我是知道讲，也做就要提讲，两三年的事情，唔是嘛该就要标定用路方，你本人来评讲也系对嘅，也系唔对嘅。诶，我标咩做得咩唔好讲听超过，就加自己讲嘅咩。有的我自己要删啊，不过有的还骗人的啊，你骗人的，给得你没办法干涉，有让你标记的，对讲。以后你那想要处理，你没办法处理的懂麻烦。有的事情呢哈，情侣之间两三人彼此拥有就做对了。你讲开一个私人的那个空间嘛，就只有两三人，还两三人可能都会按的，我觉得不错，很好啊。不是你希望太不要太常洗版。嘿嘿嘿，大概就抛上去，然后这样子很占空间，很占空间。安用英讲吗？给八减咯。我係計種吼，歷史嘅東西全部留下來嘅哦，是像卡片啊、禮物啊，像連機用過嘅橡皮擦啦、筆啦，還個衛生紙啊，唔係用過嘅衛生紙，一包嘅衛生紙，小包。衛生紙怎麼留下來呢？因為可以聞它的味道。乖乖，我沒有留誒，我係留個飲料罐，就是他喝過的飲料罐。T 八強還是個飲料罐。哦，嘅畢業是要兩三人咧，兩三人擁有誒，嘅衛生紙咩兩三人擁有誒。唔係啦，因為吼大家東西，大家相片，大家穩重，全有該事件該故事該，你要做得證明我走過該路安樣。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嘛，係咪？我補充一下誒，雖然講種你講到看到Q 型嘅電影會有啲感嘅一樣型，有啲感傷歌唱嘅感覺啊，從以前看到會感覺講哦，為什麼就是這樣子？我從兩下看到就會感覺講哦，原來做過暗用嘅事情，曾經太過年輕嘛。曾經太過年輕，第二種發你沒講得出來。一切事情就是隨意嘛，激流隨風而去這樣。好啦，剛剛講到暗道哈，就講到拍攝，還有自家嘅網絡世界想不想放閃？不過都真實嘅生活當中，會想要放閃嗎？師傅？也較唔愛呢。露夫露臍的咩？你記嘅呢冇，但是就不用鋪嘅，佢標記嚟講哦，嘅按呢就拉嘅。我有陣時可能人唔愛有翕物嘅相片，我會當先全部不用，我咩冇想喺破案嘅東西，那就不過我覺得拿來做記錄不錯啦，像自己跟他講，他把那個放閃讓佢凹過來係記錄嘛。哪有啊？好啦，其實就記錄啦，不錯啦，就經驗嘛，然後都會回顧，就這樣就好了。我唔會講去 po， 我頭版都冇做乜個太 over 嘅照片，唔驚人家檢查，那就講乜個禮貌。跟 FB 要設定講，要記得解除好友。乜個情侶關係？會嘛個沙聽啊，用個東西。係啊，做乜會 setting 啊？哦呀，也就什麼人最在意的啊？冇啊，我就冇啊。每次都暗用黑的安全關封。這是佔有權的概念嗎？係啊，就講我哋本意表到嘅呢，不會表到。你按用個想法真奇怪呀。嗰個自己唔會要求男朋友，會讓人有一個情侶關係要主文。我感覺按唔重要啊。又唔重要，唔講。我按你去甲兩三人提講，哦，你係我嘅男朋友，我係我嘅女朋友嘛，家己就好咧。唔知道他講，佢係第一任以來，女朋友都會要求。哎，不那個要求，有講你幹什麼？你是不是還想要？係個明星嘅關係，因為佢一次都冇半格嘅女朋友安全感。有什麼斬桃花？斬桃花，就一刀斬桃花，就講設定我跟你係情侶關係。應該係安全感嘅問題。天時看到呢下，就啲哦，黃小鳳辭過拜拜。沒有，摸嘢嘅相片係冇？冇啦。就算你下要幾摸嘅嗬，可能南北對我杯硬感覺。語言咯，係是貓草嘅關係，就本人笑唔掂啊。貓草。幾理解咧？像我去講冇買位風扇嘛，調擺嘅時間，因為就知道行後山嘛，唔會行到未來啊。就冇買風買衫嘅一條相片。好黑暗哦。係啊。大家都為到分數做準備。冇啦，真的。有嗎？有啦。我去講係知道身體會非常麻煩嘅事情，但我就係呢，係講你見去風扇，不用有關嘅。
黑讲伊有阴影哦，无冰嘞，迄个出门唔讲，你不爱我你也无诶。用为无冰伞，迄咩分数嘞？或者来说进冰伞，咩唔系代表你嘅感情就当好啊？有当时啊，QQ 的冰伞係一種 surprise 嘅感覺。跟有嘛个好嘅方式开账号。係啊，像藝下呀哈就係有嘅。正式的账号，就是開家款內度誒，那個也就是小账號，去家款內度，還有也好朋友款內度。因為呢，呀小账號吼，迄個老愛呀hij男朋友分數會發，我就做得出夾散體，有時候倒偏離。一隻男朋友就一隻小賬，另外一隻小賬。不是愛辦賬號達人呐吼。我講，請問呀哈總共有幾個賬號6小賬號，6小賬號。你唔過譚公子瑜很愛放閃啊。每一兩日就會講法吼，我雖然真嘅傲慢後不用散，唔講嘅台灣係喺出嘅特別嘅建議，520啊，當然都係不用散啊。雙十禮拜有人都不用散哦，雙十禮拜係嘛該建議啦。好，一個天天都情人節。天天情人節哦。講法，因為人哋都會真心嘅好朋友，在 Instagram 上當看到，我講喺 Facebook 嘅好冇？好，嗰種咧就一直想澄清啊。就給 TV 建議不用散，剛剛咩迄種2、3年嘅小情趣，可能親眷冇不用散，敷衍之間又不用散嘅，對方就話surprise，嗰種係感覺 cell phone 應該要按用做。cell phone 點啊？有人愛點愛要到去，我本用嘅相片要按讚啊，做唔得按讚，冇好做唔得按愛心，嗱都有跪天，一定要愛心。哎，所以還甜一下跪天，我是當後幫我當提供嘅讚咪好傾較久，對很多在做線。係啊，當後幫我當提嘅。該付錢哦。我係絕對不放閃，唯一放閃的只有4隻動物，2個人加2隻貓。雙寶撈歐露露係阿苗苗，係啊，所以我唔會要分手以後喊嚟毀屍滅跡，喊嚟話嘅刪賬號嘅問題都唔會。係啊，佢自家嘅事情，所以冇必要讓大家講。某一天啊，有可能切斷母子關係，沒法洗乾淨。誒，咁嘛都嘛講到安尼咯。東白線，係東白線。唔會。嗰種人愛成日較辛苦啲哦，你就唔是要冇那個受力啦。係啦，係啊。白欠咯。我老父親強lòng哦，我唔係當愛冰山感應，認為我認為吼感情係兩沙之間嘅事情，唔是老拍沙講，唔是老拍沙分享，唔是老拍沙評價肯定安樣。其實吼，有小賬號嘅。係，其實我就有小賬號啊。其實我對我小賬號，其實因為我都你都在講海流還是講吸煙啊？因為佢講佢冰山嘅粉絲會做鐵人點我其實啦，我是換快一點比較好啦。怎麼快一點？換快一點就不會有記錄安用啊。你真的懂歐巴呢？買個歐巴，歐巴吧。就唔是講好像有一陣時間去緩衝嘅。你是吃太好，跟胸片不應發現吼重複嘅日期安用。哦，你還曉得咯？真係懂不呢？沒啦，轉到你這家他們嘅問題哈，做乜人都會冰山？為什麼這些情侶想放閃？做乜個冰山係認為你當上愛係無限係唔冰山嘅人就唔想愛，咁真嘅會按呢字。我講一下哈，好，公量下咪。其實我之前有隻朋友就同我講，佢感覺啲情侶啊，親好冰山，因為代表講佢哋嘅感情係唔穩定，感情唔好嘅，暫時要冰山來維持咧對感情。我感覺咧唔係一天嘅事情，因為有的可能一開始熱戀期嘅時候親好冰山，就係喺會落伏落期嘅時就冇按好，冇按好冰山。敷衍之間，敷衍不用散，係老公係喺親叫嘅男朋友敷衍不用散，跟女朋友係喺老婆就會感覺哦，因為哎呀，親大型，鼓手小鳳啊哈，點嘛？那唐月有小破攤的概念呢？小破攤，非常同意自己同意啊。那個火快要滅了，再添點柴啊。對啊，就
唔知什麼人嘅心誒。好啦好啦，我會持續燃燒，好嗎？你敢知道呢？还没到自己享用啦，就有陣時你不用想，就因講10年嘅事情，怎麼該本太家己曉咯？對啊，因為就要就係你自己感情嘅事情啊，有陣時難怪唔甘苦，咩愛老太家講冇，唔是啊。我說有陣時叫講出來係不用想嘛，一本太家也係對方嘅 surprise 嘅做係最好嘅。不錯，也是一種宣示主權的概念。你係捱嘅偏見冇搶啊！那個 Annie 喊財，Annie 喊財。你喊出來是什麼東西？你喊出來啦。配音講一下就好了。人還在，人還在，人還在哈。哎，不過剛剛都講到，像是宣示主權啊，還有這些東西。不過最重要係，都在表上嘅意義就係表示講，你兩啥係有感情。不過最重要情侶啊。公婆之間嘅情感用辦來維持嚇，用辦行3年、5年、10年，你係當重要嘅課題哈。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再來繼續講。可能太家就5點6點下班，沒關係，我們去哪裡？去9份，晚上去9份啊，我覺得也不錯啊。晚上去9份。男女朋友談戀愛係唔強嘅，還有伴侶嘛，夫妻之間啊，個性方面係唔強嘅。古總唔就會煮菜啦，俺就要去汽車旅館。俺那時候在煮菜啊。哎，俺係看出你原廠嘅，你按你開愛。好，歡迎都轉來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哈。假如講到放閃這個行為，到底係增加憲法中嘅情緒，還是宣示主權呢？小鳳，你覺得？我知道有可能係講，兩隻感情都好嘛，哈，我分享本太家啲，咩有可能係乜嘅地方？咩有可能係本對方壓力？如果然後你是我的，兩隻倆強下了，太家就低哦，係嘛？啊，你就總得亂來。係咪記得就安全感唔拉嘅？安全感不夠，咁就像伢老婆。你冇啊，冇啊，像伢女朋友啦，有伢伴用咁樣啊。我同真爽，像我倆下就乖乖，我唔可以破文哈，我沒有那個設定講係情侶關係。夾唔夾你下夾嘅係冇？係倆下夾嘅，我要設定情侶關係。我都唔知道，叫做放閃就係拼人要求拼人冇認同人嘅關係係冇？以為利用這點。但本太家認同啊！哦，哎，我嘅朋友都看得到，你睇生意得哦。係，就等於講，你做唔得歐貝來，沒有斬桃花嘅功用嚇。頭髮有度過嘛個放閃的情況嗎？我因此就會被別人放閃啦，我看唔可以放閃，被別人放閃。係啊，偏人閃就多做偏人閃係哦。係啦，就會看到啊，我時間我看唔可以有嗰種 over 嘅舉動啦。哦，有度過嘛個 over 嘅嘛？我有一擺度到嘅嘛個地方，我看到2-3人去傳堂吃飯，結果佢喊標記講，就她的男朋友講，我們一起吃飯，然後問佢講，你吃飽了嗎？他說：給你2-3就叫他去吃飯，你還要透過這個東西，啲命路後問佢講，你吃飽了嗎？係菜歌咯，係啊，都屬於上海人中地門，沒有玩破文哦。我是知道給什麼，就利用這點跟大家知道，哎，我呀，他老給2-3去吃飯哦，因為給佢都曾經有分分合合過，安全感嘅問題。佢呀，他就在說和好，叫本太家提供，2-3倆他又丟固了，又丟固，會合作過。還有強下了，所以這種意思就這樣，冇神經病係2-3你啲變神經，係啊，這家不過你吃飽了嗎就好了，好。就像你2-3最時候賴講，哎，你自己做乜嘅？我知道嘅感情已經變到講有一些的嚴重，這種自己講的喊他好，佢講的喊他差。還是 tag 他哎，不是傳信息問他說，哎，你今天想吃牛肉還是要吃馬蓋？傳簡訊沒懂嚴夢，就是邊神聽聽。邊神聽聽嘅感情冇機會，真係冇機會，夾夾拆開來黑嘅，一丟過後賺唔到錢啊，賺唔到錢，拆過黑嘅，夾夾拆嘅，哎，嘅費勁哦，你知道表上嘅人心肝都都上馬蓋呢？我知道我因表上都係爭強下冇幾久嘅情侶熱戀期啦，係因為係啊，因為人生冇當久啊，所以眼裡只有對方，眼裡容不下一粒沙，係，所以順頭感應佢全部看唔到，就母豬賽貂蟬嘛，係，哎，你講咧，你這樣子會被女性朋友打死，係啊，所以順頭感應佢全部看唔到，什麼吃飯啊，應佢穿走的，係啊，給把劍咧，你知道？
我係認為吼，平山是一種宣示主權、不應有安全感嘅一種感覺，這種歡鑼喜鼓、咚咚咚咚響，繞全世界嘅應講吼，佢係愛嘅，佢唔係你哦，佢唔係你嘅哦，佢係愛嘅。雖然有動透感應係到網絡上面 po 文安用，是為到維持一個愛妻愛夫嘅形象。不過吼，我認為假使佢兩情相悅，冇乜嘅資格做啲干涉嘛，係啦，就係兩啥共好修好嘅係冇。顧總對封傘以前啊，我們想要放傘嘛，至少就算周中誒，也要有一定的感情的基礎。那感情的基礎都但用班來維持誒，情侶之間還有公婆之間自己。其實我剛剛經過金錢嘅感情啊，那個歷練很有範型，切解範型。講到親像動有經驗，冇經驗冇清楚，我愛千會範型是㗎。嗰時我感覺2-3年最重要嘅就係愛互相嘅傾聽，對方嘅聲音，情感度嘅相伴。係，就算講今年6年幾年咧冇見面咧，冇條咩做嚟問我，今年做乜嘅先分享自己嘅想法嘛，係要關心對方講辛苦咧哦。加油啊！用型嘅，睇嚟親像老生常談，不過你係代表一個意思講，我嘅心肝度當初思你，故種我喜歡分享我嘅一天的多彩多姿，想不管是好事也係壞事，係唔係？像我哋下老我嘅男朋友啊，你維持感情嘅方式有一隻就係你向下煮飯。有啊，我初本就都用嘅 Instagram 看到啊，翻白眼。因為呢，其實像以前可能你學生嘅時常就會帶我買一些吃我買嘅東西，沒吃我買嘅，故說你下就下好食不開東西，係自家煮嘅東西，因為你用啥都清好吃東西又清好煮，故說你用啥會撩你嘅時間，向下去潮濕，向下做不開，向下煮，按用，親有一些自己彼此之間對小生活情趣啊，咩做得像你家去旅行啊，沒有咁嘅感覺，製造火花。沒錯。所以否呢？來說製造火花這句話，啊，那唐奕來不錯。你是不是想到不該想的地方？沒啦，就講每天要有一點小情趣，沒有某一天小情趣，就講有點浪漫，就講來給我們回家，可能太趕就5點6點下班，沒關係，我們去哪裡？去九份，懂？晚上去九份啊，我說也不錯啊。晚上去九份，太遠了吧？講電影講呢，不，就說不要每天生活就按平淡，而有一點起起伏伏按來，所以我覺得不錯啊。你都用班機這樣？你是想要引導我講，火花就要去汽車旅館去嘛？來莫按來秀哦。王太太注意的哦，都得用那個 GPS 定位一下。我講男朋友談戀愛係唔強嘅，係要伴侶嘛，夫妻之間啊，個性方面係唔強嘅。哦，古種唔就會煮菜啦，俺就要去汽車旅館。俺們都在煮菜啊。俺係睇出你原廠嘅，你按要開嗌。根本講太過吼，王太太佢當年都不卡都會想，根本俺嘅老公我準備嘛，該某方面嘅驚喜，你完蛋了你。他冇按到啦，你小心。當然是騙到妹一整慫啦。冇對不對？黃太太現在開始每天都不卡，開始起胎，你就要好好的準備哦。冇給黃太太給主機板隨時拿出來。太假天上哦，太假天上，做嚟寄 email 都兩個新兄弟了。給你講咯，你知道用班來維持嘅情侶之間，還公婆之間嘅情感。像我自家就係演戲裡嘛，我男朋友啲肥豬，故說利用啥就會時差關係，因一張聯絡一次而已。肥豬。聯絡一擺停停，講我哋利用啥應該係講感情非常嘅好，因為係說安全感非常重要啊。你肯講唔答應啊，然後唔對方向下分享你自己嘅想法，你做乜東西，做乜事情，不會受動歡喜，根本你發生乜嘅事情，不會知道心肝都動甘苦，都係攞對方來分享。跟我問下，你到人男朋友語言有沒有通啊？冇，佢喺香港你做得啦。我說肥豬哦，咩肥豬人啊？係啊，嗰個
韓國人就當我嘅方式就係叫他去旅行，因為有嘢目標啦，會叫他嚟去上門打拼，係出知道也係嘢維持感情嘅非常好嘅方法。我老夫老妻的，好像有另外一種方式，對不對？老夫老妻。對啊，像我分享我爸爸媽媽去改嘅，好像我有點覺得不曉得他們是在放閃，因為有時節哦，我出去嘅時節，我爸爸媽媽落門，我落門就會敬獻我爸爸所謂前世的情人，然後我媽媽就會推開說，好，給你簽，給你簽，反正他這輩子都是我的。是不是很閃？超閃哎！到底有病嗎？有情況啊！對啊，給你簽，反正他只是你上輩子的人。對啊，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以爸講，你有維持嗎？有，我剛不想講哎。有，我談動動吼，我上到日早吼，因為吼我做法通主持，我啲到舞台當講吼，掌聲嘅感覺。所以吼，我對另外一半，我會你要他給你掌聲嗎？基本我掌聲之外，我咪本給掌聲，鼓勵給係嗎？聽說你們兩個在房間掌聲，唔係安樣嘅，唔係安樣嘅，佢做乜嘅事情，全要佢錯嘅地方，假使佢煮菜啊，雖然煮沒有很好，你所以講哦，你好用心，你好用心哦，安樣，假使就是煮到唔好食咪講哦，都好食，一全世界最好食嘅菜。我會發現對方做得好嘅地方，是做得敢講出心關都真勁嘅法咧。其實係啊，冇啦，我正經做得到哦，我會講哦，你按好哦，你係咪咯？對方講嘢，那比適時的去騙對方，比我以前教的都還好哦。是有教過幾個？唔過從捱到捱嘅對男朋友吼，就會講你呀按樣做，非常嘅正，捱到就會講非常嘅正。就會捱吃到很真實，非常真實，按怎麼叫啊？係，就有啲成日創個叫咩會笑，哎呀做唔對哦。佢最近有看到騙人用辦來維持嘅感情嘅關係。我其實兩三英窮下時，頭先大家都講一起旅行啊，窮下煮菜啊，已經都懂好。可是我一起都係兩三都同樣好做兩件事情，係講一三英好煮菜，然後一三英只是配合切菜，因為做得啦，第三個好煮，單位上就要減好食，好食，即係兩三英。該想法係同樣嘅，安樣就做得盡是維持當叫啦。真嘅係同好嘅方式哈。其實前面大家講到一開始講到放閃嘛，還有討厭放閃，最後怎麼來放閃？不過最重要就係大家講到係用辦來維持日團嘅關係。我覺得最重要就係情侶啊，公婆一定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，兩三個對一個目標來前進。觀眾朋友，唔係當叫無聊，另外一班討論自家嘅目標，希望大家咩討論一下自家目標到哪邊哦，希望大家感情順遂。下禮拜強嘅時間，強用來收看後生太上國，要把大家講，上來了，拜拜。